哦弊啦，呢個人喺田園呢度就消失咗啦。坐地地的，這都兩年地就坐地的，坐地的。如果想揾到虎克船長，我哋需要另一個線索啊。哦，天啊，天的坐地的你。呢隻唔係普通嘅啤啤熊啊，呢隻啤啤熊係船長噶。冇錯係啊，船長冇咗呢隻啤啤熊就會瞓唔着覺噶啦。坐地的對坐地的，坐地的伏地的坐地的的。或者虎克船長今朝到依家都仲未起身，或者佢仲瞓緊覺，佢好可能係夢遊緊啊！小高，你係喺邊度揾到船長嗰隻啤啤熊噶？哦，坐地的睡的坐地，坐在上面。喺上邊，但係上邊只係得天空啫喎，同埋點解船長喺隻巨型蝴蝶上邊嘅？好弊啦，好弊啦，好弊啦！哇！唉，真係太好啦！好彩船長安全咁降落喺座山度啫。但係嗰一座係冒煙山啊，嗰一座係火山，佢嘅熔岩係超級熱噶。我隻啤啤熊隊長咧，好弊啦！呢一件事實在太危急啦。